上面嘅阿母贴，就看你嘅相片。阿婆也今年罹患阿兹海默症，我从阿婆抽屉去躺来看电视，伊就敷衍同我讲，唔可以慢意。芳心难表哀伤。妈妈今年过世，就刚离开不久。是啊，1个多月。妈妈，我爱你。我以前都没有跟妈妈说过我爱你。山高了那苍啊，心我开哟，莫苍高的心上，闹热大擂台，闹热降下来。好。大禮拜有每日嘅大禮拜有那種氣氛厲害誒。哎呀，清好。之前忙精英6強的時間，有一位姐姐嘛，坐在那裡。啊，那是團長的。對啊，團長坐在那裡，我看你們沒有那麼嗨誒。對啊，好有啊，因為我有嗎？會嗨嗎？我覺得你們哇嗨到這樣，碧珍姐就。哦，這樣子啊，哦，這是他最嗨的了。好，誤會你了，拍誰？好了，好了，馬上進入比賽。積分賽比賽規則，大禮拜由無同樣的主題，參賽者自家選稿的，經過6禮拜的比賽，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進入到贏冠軍的比賽。今日評審欣賞由嘉穗欣賞，7位欣賞，7位欣賞。總費欣賞，好來，一禮拜做乜嘅咧？做嘛？來咁啲咯，有向到阿公。一禮拜嘅主題是我愛擱再看那個書，我這個喺前面書過吼，送本這個親愛嘅人向我表達嘅心情，從來我講親愛嘅人，個親到所有嘅感情啊，表下去本人哋講，啊你嘅曉得。表達你感情今日主題是愛會，就是最深愛的人。對。這個馬上進行了，看今本日你們要獻給哪一位朋友啊？我們今天就會知道你們的深愛的人是誰啦。對，好。看一下第一位，他的深愛的人是誰？好來。一年尾，如果帶來一。哦，回憶的憶啦。好，來睇看啦。今晡日我要操了書，我自家做嘅歌曲，係愛獻俾我嘅阿公阿婆、家公家婆，因為從細我就係佢哋土太嘅。呢首歌曲係我哋我家公過身過後1年，我將寫嘅歌曲，裡邊都有濃度嘅感情，希望我做得將呢份感動獻俾大家。時間我還記得阿公同我去苗順看太戲，細細嘅時間我還記得兩隻阿婆去市場買菜去。愛唔盼得故鄉嘅味道，唔知你媽嘅你覺得好冇？哦，愛上你故鄉嘅味道，唔知你媽嘅你身體好冇？
细细的世界，我还记得，记得，才讲到爱做你做事的道理。细细的世界，我还记得，记得，才抱着顺途爱意，公人跳舞。爱相信你，相信你，在梦中，梦中给你演到有情撒皮。哦，爱你，爱你，在心中，感谢你，感谢你对爱的爱。爱你，在爱的心中，感谢你，感谢你对爱的爱。来，仁伟你好，你好，你两位主持人好。好，好，好，一条歌的，迄年去甲创作的啊，系啊。因为我晓得这歌。因为嗰時間我高中嘅時間我就到學校待，住宿係住宿，住宿嗰就冇時常再去家鄉，待到學校嘅時間我就會想念我嘅阿公阿婆、家公家婆。從細迄家公家婆、阿公阿婆太太，係。哦，對吉松伯有講過哦。对呀，哎呦，好棒哦！没有想到你也那么有才华。安子谁啦？好了，哎呀，跳歌的我们叶嘉修老师，一开始我觉得唱了今后了，因为他真的进步很多。是。因为是在讲，不能这本来唱的，他刚开始唱的上气不接下气，现在已经上气可以接下气，而且拖得很长了。哦。对。不过那你要说歌是你七个写的，我是有意见的。你要歌是你七个写的，你很难有感情不用下去嘛。所以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你写的歌会很难有感情嘿。好。你刚刚没有介绍说是你写的歌，我听不出来是你写的歌。那问题就太了呀，我就是讲，你没了你感情表达出来。那以后有人你要把这首歌交给别人唱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东西。好，第二点是轻松的哦。不过以纯唱歌来讲，是有进步了，进步蛮多，继续加油，好不好？好，安子 C， 好，看本书，好，面对一下一年的分数。做对啦，上礼拜多少？92。92。哦，一样是92。哦，礼拜92，做对了，做对了。哎呀，加油！安子 C， 会做休息。好了，杀好了。陈怡云带来记得。好来，弹过来。今天我要翻唱张惠妹的《记得》，然后这首歌有着跟我大学朋友的算美好回忆。然后在这首歌在翻译上有遇到一些问题，可是很感谢我的奶奶给我帮忙，让这首歌可以顺利完成，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感觉，谢谢。茫然记得，嘿茫然成功，永远的爱爱，头摆嘅一句话，
数，讲我强下行到最后。沿着途梦嘞，两条路行嘞记住，心中黑洞清楚，有一年都会停止，不是天空蒸发，虽然爱动作感。在天暗了以後，弄啥都唔知，會唔會有以後？茫然記得係茫然星空，永遠嘅愛，頭擺嘅一記法係你以後嘅上。過嚟安叫望見記得，當初該的溫柔，該留你數天數，共我強下行到最後。共我強下行到最哇哦！好好听哦，哎，粤语版的。这个係一版本迄本来只有客家版本吗？冇，你这个你这个提改过我啊？请奶奶帮我翻译的，阿婆帮我翻，哦，就是照中文的哇，字你。真是要了阿婆的命啊！好优秀啊！啊，我这边这看那歌词啊都很烦，都差不系啊，多。错。我人家懂有心嘛。嗯，系啊，因为一公安尼牛哥以为是另外一首歌的，跟你我想用一条歌来改做安尼客家话。因为廖条狗就是我大学常常就是跟朋友去唱 KTV 很常会唱的歌，就是每次我朋友失恋的时候，我们就会必点歌曲。这首是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对对对，记得嘿。然后然后我们就会就是陪他疗伤嘛，度过最低潮、最难过的时期，就是这首歌。然后等到他好的时候，又是把你丢在旁边。没错，好朋友就是这样当的嘛。见色忘友。对，就是不见人影。跟你讲，这种经验有太多了。是谁把你丢掉，还是你把人家丢掉？我把朋友丢着。哎呀，所以这个是代表同学之爱，就差不多。对，就是献给朋友的，就是一种很好的、美好的记忆啦。对，刚刚他有唱出他自己的味道，哎呀，我觉得听很好听。而且他那个声音的那个 vibration 那个，好像还不错，很诱人。来，哪位老师来公平呢？这位老师。雨云你好，我今天非常喜欢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是我到目前你比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清透，而且是最有特色，而且是最有自信的一个声音。那刚刚罗阿哥有讲说，你中间那个抖音，你要想一想以后你要怎么运用那个抖音，那个抖音是非常有特色的。对啊，它运用在很多歌里，然后所有的歌都会变成你的歌，因为这首歌记得是阿妹的作品，然后也是林俊杰很棒的这个创作。那你能够把它唱成
这样，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气氛很好，前面吉他那个气氛真的太好了。然后我一开始之后，我还跟叶老师说，我好担心哦，因为他吉他又来了，我好害怕他是不是在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没有，我觉得那第一段我已经感觉 spotlight 在你身上，然后我有感觉到你很真诚的想要唱这首歌，再加上后面小 Ken 老师进来之后，我让这首歌非常的丰富之外，你最后的那一句，你回去看转播，爱老你数天数，讲爱穷下行多，那个最后那2个字，你知道你有唱得多好吗？这2个字唱是整首歌里面，我觉得是最大的亮点。爱老你数天数，讲爱穷下行多。我希望你能够继续把握这样子这个唱歌的感觉，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你后面会让我看到很多的亮点，我也很看好你，好吗？好，加油！谢谢。OK。真的好棒哦。我好期待你的分数哦。是。谢谢。我希望你唱到满分。来看一下哟。好，有可能冇咧？陈怡云的分数。这个分数还好嘞，没有特别好嘞。上礼拜多少分？91。哦，慢慢的进步，一直。哦，你下次跨大步一点。93、94、95，哎，这样子慢慢一分一分累积也很恐怖哦。哦，你不要看哦。对。因为人家会慢慢一分一分退步。哪有人就会慢慢退步？又在乱讲话了，不好意思啊。好了，啊咧，给冲得了，那条后堂的歌曲经典之歌。要换母蛙喽。好。换母蛙。哦。母蛙。哇。阿妈发上up。嘛个名？顾家珍，带着自由诶。好，来弹看啦。爸爸知道你来参加要的节目。他知道。知道，哎，会看吗？他说他要做事很忙。上一个阿母贴，就看你个相片。阿婆也今年罹患阿兹海默症，我从阿婆抽屉去躺来看电视，伊就敷衍同我讲，唔许慢你，要我听我录卡。这首歌我想献给爸爸。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少跟我们相处。对于我想走音乐这条路，他也不太赞同。所以我想借由这首歌来表达我的感受，并且向他说：“爸爸，放心，让我勇敢去追梦吧。”你细年窗爱国家，阮有父子，捌在天桥的西，爱恨意疏风的自由，热天南风。你不用从前呢，爱强松比。你讲唔怕，听听泪声。你讲唔怕，纷纷泪声。风，你讲线的无老，桑拍凉风，有我心爱袂跌落，爱讲唔怕，永不爱惜。
世界，巅峰的世界，爱讲不怕，永不爱惜，爱讲。今天这个主题呢，有点感觉荡荡的哈，哦，就是回忆啊，回忆，对啊，哎呀，同好啊，是本大个汤都冇讲要感觉，嘿，你喜欢音乐，是因为爸爸，不是，是因为我喜欢音乐，然后呢，然后音乐可以让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都在浪费时间。哎，不是，我们浪费，我浪费了30几年。浪费了，就是我可以一个人就是在音乐里面哦，你可以待很久，沉浸在里面。对，在那个琴房里面可以待很久。哦，是哦。然后爸爸就可以不吃不喝这样。可以哦。真的哦。那你应该最近没有在琴房认真。可能哦，太少，练太少。爸爸支持吗？他一开始不支持，对，因为他觉得走音乐这条路是没有饭吃，这样子就是活不下去。哎，爸爸，我走音乐走了30几年，我吃得很好啊。他一直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一样啊。对，没有啊，你像茄子蛋，对不对？他不是领奖的时候，他跟他爸讲说：“爸爸，我有头路啊，对吧？”这边你还是你看他一直也是沉浸在音乐当中，一定会被发现嘛。对，你好的一个音乐创作人，你有好的声音，一定会被人发现的呀，对吗？那是怎么样说服爸爸？我就来参加这个比赛啊！哎呦，因为他是客家人嘛，他就很希望我会讲客家话，但是因为我高中开始就没有住家里，然后。同学都是讲国语啊，很少人会讲客家话，所以我就几乎都没有在讲客家话，而且听都只听那种一点，吃饱吗？一些，细胞类。所以你现在爸爸知道你来参加要到节目？他知道。知道，哎，会看吗？他说他要做事很忙。啊，他支持你啊，他现在知道你来这个节目比赛啊。没有某坤没有因为他现在很喜欢种菜，然后他整天都在田里面。哎呦，对，那总是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大家人家吃饭的时间的。对啊，我看一下，他就是只要天还亮着，他就一定要在里面，然后那个晚上的时候头灯还可以用，他就继续在里面，就是种树啊、菜啊什么的。那我可以跟你爸。高博一点，他最近在种树哎，他从小树种到大树，真的哦，真的。我最近也迷上盆栽哎，那你赶快去啊！一样的，盆栽跟树不一样啊。它是不一样。那种大树你就放在那边，它就自己会养。所以你是要种盆栽？盆栽是要你要慢慢修它，它就好像你要去呵护它，对，摸摸它，动它。好什么好？好的意思是什么？你帮我做个结尾，你帮我这样跟他做个结尾就对。啊，谢谢你啊！哎呀，我们刚才听讲评了，对不对？才有饭吃啊！来，诗慧老师，哎，好，爸爸告周云高还是有饭吃啦，对呀，只是看做什么哈。做音乐有很多种啊，不一定是只有唱歌。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家珍，其实我们这样讲，其实当然一到礼拜二马上过一公两个习惯可能无按夹，
所以可能讲爱吃的啦，你这个会吞口水这个问题，那吞口水的动作真的太大，去影响到你唱歌的情绪。好，所以这个可能你要想办法改，因为那个比其他的问题还严重。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弹国位很重要的是你在唱歌的时候的一种顺畅度。不过你的吞口水，它会变成是一个很麻烦的切点。那你让人家听到了，本来情绪在那里，可是吞一声，这样，然后你就会让人家突然之间带离了那个意境，这样会很可惜。你好不容易铺陈好了，结果又让你带出来，好，可能要小心。还有你的滑音。你很喜欢做 R&B 的样子，可是你的 R&B 太自由了，好，自由到你自己没办法控制。OK， 这种自由到你切感没办法控制，这就不知道滑到哪里去，反而很可惜。我好不容易听到一个好漂亮的声音，你不见了，好，这我会觉得很可惜的地方。OK， 好，安之 C， 好了，他分数了，顾改整个分数，谢谢老师。还好哦，这个分数哦，好吧，来双礼拜的吧，上89，哎呦喂啊！你要小心哦。好，好好 ，OK， 拜拜，拜拜，再见。好，你今天没有那个舞男陪他，他很失望。你今天那个没有带来啊，世军？回去了。哎呀，啊，还要花钱哦？你还花钱哦？啊，那我不请了，我原本要请的，算了。好了，诺哥来帮你跳舞啊，最后还躺在你这里，对不对？我们的分享林后生，伊个10年，伊最强嘅阿婆。最强嘅阿婆是日本嘅阿婆嘅，我有讲过，我嘅客家全部是我阿婆，阿婆日本我嘅客家全部係歡喜嘅。看以前嘅相片、樣片，全部係阿婆社會事蹟。故說了首歌曲，所以本愛心跳最強嘅阿婆，心願本愛安回客家。我哋要解雜雜嘅阿婆，日本時代來出現，大肚山當壁拉歌，從細做紅溫噴泉。我哋要解雜雜嘅阿婆，日本時代來出現。大肚山都莫殊途，從細雜雜為先發，全家鄉為子，種菜做工來養家，曾尋公傳宗理，雜雜婆，你在喊上嗎？佢講愛了不愛錄音歌，後生的世界，全部沒安辛苦走慣了。愛了不愛錄音歌，頭擺辛苦走慣了。很多需要為大家，愛了不愛錄音歌，後生的世界，全部沒安辛苦走慣了。愛了不愛錄音歌。百辛苦走慣了，很累，很多需要為大家。認真講語係最強嘅
哎呦，哇，没想到人家有安尼嗓音哦。哎呀，还俊杰。哎呀，哎呀，是，好神，一条歌的迄创无慢言堂诶。当然係阿婆啊。阿婆。係啊，我之前有講過，我客家全部是阿婆。都係阿婆教的。基本應該要帶來一隻阿婆本來嘅禮物。哎呦，乜嘅禮物？就在我身上。哎呦，這件衣服是外婆的衣服。哦，对。阿婆送给你的。其实是讲，就是外婆在离开的时候，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做功德嘛。哦。对，然后不是都要把外婆所有的东西都要烧掉嘛。然后在整理阿婆的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件我很喜欢。然后到最后准备要点火前一刹那，我就问阿姨说：“我可以留一个外婆的衣服吗？”阿姨说：“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冲上去拿回来。结果拿回家的时候，妈妈就说：“你知道这件衣服谁买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的，是妈妈买给外婆，然后我结果又把它带回来，这样子。对，那很有纪念价值。就是想留一个外婆的东西在身边，然后刚好看到这主题的时候，就觉得，对，想要把外婆这件衣服穿出来，就觉得外婆在身边一样。因为之前讲阿婆那是不叫嘛，我讲那上。阿婆你本爱哈嘎是动粉戏的，可能相片啊，或者是看以前帮阿婆录的影片啊，阿婆跟外婆都在笑，对，那代表外婆留给我的客家是开心的，所以想借由今天这样的歌曲，那个外婆那个暖暖的感觉就在心里面。对，不一定每一次想到一些亲人都是感哭的。对啊，而且是快乐的。其实就是分开之后，你回想起来，一切事情一定都是开心的。对，包含就是我在这几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也看到，真的都是外婆都在笑的照片。哎呦，那就很好。都没有外婆不好的，连她生病躺在病床上，她看，因为我们会视讯，她看到我的时候也是微笑的。所以就觉得，这是外婆给我的力量。最奖给阿婆，最奖给阿婆，最奖给阿婆。一会儿把她长笑。真的。阿婆。在你们帮我拍照的时候，我才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留给你。你诺美以后，你看你阿婆，你看到她都在笑。要未雨绸缪，真的，哎呀，真的，好，那你应该要先准备好。好了，那个总费请上。好神，大家好。我记得上次我有跟你说过唇齿的问题，是说你咬得不够清楚，对吗？今天好像也是这样子哎。其实我觉得很给你有点可惜的地方，就是你前面的 A 整片的那个 A 段，我听到最后会觉得，你到底在唱什么？如果我没有不熟这个歌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如果说把那个，你看我现在讲话是放在比较前面，假如你前面唱爱的有个擦擦盖呀坡，你再唱一次，放在前面一点。爱的有个擦擦盖呀坡，这不是比较好吗？我会怕那个喷的声音，因为牙齿喷麦没有还好，下次要记得不要害怕这个。其实你就是把它唱出来，歌词都听不懂的话，加上前面的 key 就比较低。汤姆斯，你冲马改，你去回去练练看。但是后面已经唱得非常棒了，我觉得那个地方让我很惊艳，我很仔细的去听。你的假音非常漂亮，将来可以练习在口型上面、唇齿上面更加油，我觉得会很棒，加油！谢谢，谢谢，很好的建议哦，慢慢学习，好吧？好嘞，来看我们给个分数。李浩森的分数。94分。你看，因为穿阿婆的衣服来都有保佑。其实我有点感动，我第一次拿到嘉修老师的24分。对，很不可思议啊。对啊。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哦，但后面假音的部分，唱得真的不错。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说除了刚刚慧茹老师讲的，几位老师都有感觉，你的咬字很重，很牛，就是最后的尾音一定要把客家话的那个字要咬全。时间，它切掉就是切掉了，要很干干净净的把它做完，好不好？所以每个咬字都再注意一下。
我希望下次可以给你25分，这样好不好？谢谢谢谢老师，我们期待哦。好了，恭喜啊！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回座休息。好，3雷。彭思源，哇，他带这首歌好听，我也很喜欢。容颜。哦，容颜呐，哎。容颜。耶穌各位，我獻俾我嘅阿婆，雖然以前都是建議唔得我係乜嘢，啊唔過因為客家各位關係，幫我同意有新嘅連結。希望阿婆喺電視機前面看到我唱歌嘅，伊會真歡喜，記得我係以容顏嘅阿菲菲。過去5月前嘅日天，喺我最面一百嘅你嘅面，你小小的起啲無痕前，看得我一行一眼，唔過愛離開你幾多年，而你嘅心還係入強片。看到你嘅總遙遙嘅面，寸寸嘅血過安多年，18歲就唔盼得，搞不愛做你實在冇欺騙。雖然愛離開無看多年，一片愛嘅心還係你去強騙。了解你的天堂嘅片，基本你嘅思念冇薄嘅。無愛比你高年高階，上你嘅安不特，就看你嘅相片。了解你的天堂嘅片，唔是在講某次戀戀，愛過3萬個每一年，等你重逢見面嘅世界，愛的愛兩三年。一天會好好來記得你慈祥嘅容顏，了解你的天堂嘅片，基本你嘅思念冇薄嘅，無愛比你高年高階，上你嘅安不特，就看你嘅相片。了解你的天堂嘅片，唔是在講某次戀戀，愛過3萬個每一年，等你重逢見面嘅世界，愛的愛兩三年，一天會好好來記得你慈祥嘅容顏。峰哥好，係，娟姐好。哎呀，省着点用，虽然过了面子的风波。拜谁？来，是你。我这个情感自然流露，哎，哎呀，创作呀，我大概。创作遐种国语嘅安尼，这位老師咪要拄唔掉嘅，奇怪吼，你要上到阿婆，你阿婆其實阿婆喊出來啦，即係阿婆也今年罹患阿茲海默症，是，細時節啊，因為爸爸媽媽攏愛做事，攏出門，所以我攏喺阿婆厝。我下發咩喺阿婆教嘅，所以今仔像有時打電話過去推講電話，伊攏講，我下發又做強做啊，安尼，其實也咩去快些啊，係有時其實阿婆因為就老人痴呆症其實一年已經甲肯動來，有時節我記唔出來，伊可能我覺得我係。
阿爸，冇就阿叔，安尼。哇，这样很严重了。啲其實用一首歌嘅，這位老師有講過，其實人最強嘅 message 係表唔係，亦就係同金嘅。所以其實我把你忘記了。幾年過年嘅時間，我同阿婆坐啲劇堂嘅看電視，伊就忽然同我講，唔係問嘢，你有冇睇我錄卡？哎呦，看電視。哇，這個。那該嘅時間，你談到阿婆每一日嘅發嘅時間，我們可以知道一下你是心情是像現在這個樣子，還是你有做任何的回答嗎？我講唔出，我學一幾番我就走出去，我看天講我講，我幫我阿婆都呀，安尼症狀。我更加有講過，我睇台北，講有冇乜嘅成就，就冇辦法同阿婆聽說我啲我可以做乜嘅。我差啲講我要結婚來，然後我打擂台唱客家歌嘅，阿婆睇我練歌嘅時間。因為有一些反應啦，因為講個熟識，伊係咪都係講按幾時冇衝撞，所以更加其實從客家歌嘅係我純最尾同阿婆嘅連結咧。哦，所以阿婆也還有啲可能你老年打擂台做節目。阿婆會看。其實有家人的關心之外，你可以帶他去一些關懷的一個地方，然後你可以讓這些得到這個病症的人去學習懂多東西，慢慢給我黏起來懂多記憶呢。其實阿婆最需要係種人因皮推因講法，我更加後生人攏離開陸卡嘅啊，伊搶老人家睇留喺家鄉對吧？其實伊哋咩個孤單啊。那做動畫也。為了阿婆阿來啊節目比賽，至少阿婆啲電視檔就看得到，係啊，就阿婆滿好嘅。阿婆係阿飛啦，希望係從一個人嘅氣氛，然後希望你身體康健，有時候來我總是有能來。阿婆，我係羅斯峰啊嚇，我係太牛啊嚇，係啊。阿爺孫咧當強哦，當會唱歌嘅哦，唱到當好，你有詩文有演導哦，關於有限的時間啦，你就聽爺孫咧來飲飲捧，來看我哋錄樣，爺孫咧當會唱歌唱本堂，阿爺看爺孫咧，欣賞用嘅對佢公平，好談哦，阿婆來，這位老師，對，好，先什麼事情偷了首歌曲。還有當到參賽的朋友偷了首歌曲，我也很感動。你跟我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你唱得出來係珍惜的感覺，還想要把握的感覺。而我寫這首歌跟唱了首歌曲的時間是一種遺憾。當然我要用某同樣的角度來審視你。幾個地方還是要提醒你，所以講，接下來的部分，我相信有很多的技術方面，你都已經做了很大的修正了，這是給你的肯定。你還是要去練一下你的低音，好嗎？然後，這也是我們跟慧茹老師，我們在淚水中研究出來，應該要怎麼告訴你要去改進的地方。還有，在這一首歌裡面，各位睇當到高興唱歌嘅。譬如講華音啊、技巧的部分，這是我覺得你很進步很多的地方。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不管乜嘢時間，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要懂得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後，龍當都喺電視機頭前的朋友講，遺憾都會有，那很多時候你要學着去把握。然後，這是我寫這首歌最大的目的。然後，隨時都要記住這件事，好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好不好？加油！好，那你還是要看一下分數了哈。來，
可以啊。诗给你分数。以后他们都说好。对。冯世俊都唱最后一个啊，因为他最不理性，最会哭，跟着哭就会影响歌唱的部分，对不对？他故意的。虽然有情你爱从细生去唱，跟俺妹都唱辛苦，拢爱学我台，佢都一家身体上唔好，所以佢唱做都直體，佢冇享福到。老师给你分数。95分。好，加油啊！要加油！阿婆記得95分哦，當高分哦，哈。好 ，OK。謝謝。好，加油！好，三下來。6米0代表第三。佢喺網上嚟創家已經叫到，嗌佢講佢唔有辦法創。哎呀，好嚟，帶來好人。Isa 这首歌是我想献给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毕业之后都各忙各的，聚会时间真的非常稀少。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以前我们聚在一起玩乐的时光，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快。我也希望在我朋友难过的时候，也可以想起我，让我成为他的力量。加油！离开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一切仿佛像昨天才发生一样。讲你一生离开爱概念，爱的心被送啊，目睭流连连，离开一年，相依一年，顿来时顿来接，原谅啥？总会想起，爱上今夜化作一阵梦魇，飘啊送啊都啊，送到你的身边，给你一面，想你一片。会唔会有可能了情缘，还袂想起？相依一年年，相依千万遍，无奈何无从的时间。相依一年年，相依千万遍，无奈何缘里有啥模样？猜爱恨，爱恨，爱恨，伊也唔袂会。离开爱概念，爱的心被送啊，目睭流连连，离开一年，相依一年，会唔会有可能了情缘？会想起。
会受影响，对不对？啊，以后他们都说好，对，冯世俊都唱最后一个啊，因为他最不理性，最会哭，最会叫，对啊，最会喊，害他一哭，然后你们大家全部都跟着哭，对，跟着哭就会影响歌唱的部分，对不对？他故意的。以后干脆就把它排第一个好了，然后影响到所有人，这叫公平。以后让他直接录单歌唱。聊聊你的思念给你。对呀。其实唱这首歌就是想到马来西亚的朋友。哦。就是因为马来西亚人嘛，对，然后就以前就是朋友一起这样。就是有什么事情啊困难，就是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就是闺蜜，对，就有什么事情我就只要找他，他一定马上出现。哦，对，所以就来了台湾，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也一起来台湾吗？没有，他在马来西亚念书。OK。然后他之后毕业应该也是往国外发展，就是却没再联络了。很少，就还蛮想念他的。对，毕竟在一起，感情那么的好。对，其实每一个阶段认识的朋友啊，对呀，很少很难得的，就是说，你跟小学同学，还有高中或者什么，还有在联系的，甚至长大以后还有在一起的，那很少嘞，真的很少，除非有什么同学会啊见面那样子。对，对啊，而且我现在在台湾，对，所以就是真的要见面真的很难。不会啦，我觉得有缘的话。就会还会再碰到，一定磁场相近的话，彭世群也是一样啊。可能好高峰毕业呗都没有再联络，谁知道他就来报名这个闹热打擂台，对不对？就是大礼拜都。哎呀，所以要懂我眼分呐。对，嘿，上来的朋友同学好。你就给他报名到你的大擂台，这么看得到呢，又开始联系得到，开始联系，对，但是要公平。很棒，来，希望你跟你的朋友能够有缘分，然后磁场相近，然后多联络在一起，好吧？谢谢。好，按你来谈一下欣赏贡品。哎呀，我的闺蜜，哎，你的歌友而已啦。OK。美玲，其实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谢谢老师。好，我应该说是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我从你一开口开始唱歌，我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你。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啊，就是说，可以感觉得出来，你很用心在这首歌身上。然后不管是从直到你开始唱歌到现在，你的咬字是让我觉得非常赞佩的地方，就是你改变的非常多。你为了客家歌这件事情，它不是你的母语，可是你居然可以把它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练习到我们几乎快要忘记你不是客家人这件事。然后再来就是我要称赞另外一点是你今天的副歌铺陈又是你另外一个进步。好，另外一个进步，你不再像那么大管的一路的不断的冲，你今天呢有做到了层次的感觉，好，层次的感觉，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好，那我希望你继续加油，我非常看好你。我觉得你的进步让我觉得，因为我不是从闹热打擂台才知道你的声音，从前面就开始知道到现在，我觉得你进步太多了，让我觉得太开心了。谢谢你，谢谢。有这么优秀的老师在指导，当然了，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位优秀的老师，慧茹老师。我非常喜欢你今天的表演，然后主要是前面你看你每一个声音的那个尾音都拖得非常的漂亮，好，这一点我觉得很棒。对，所以你今天整个前面的气氛非常好。我更要称赞的是你清唱的地方。太厉害了！这个清唱的地方下去之后，第一句是这样，我就仔细听你的第二句。离开该给年，我听的是准的。然后，爱给心悲伤啊，还是准。最难在哪里？木之流连连，这个音很容易掉，这个音一掉，后面就完了。可是没有想到六连连，
离开，跟小康老师的 key 一模一样，很棒。光这一点，我觉得你今天的分数我一定会给你非常的好，很棒。哇，谢谢，谢谢。哎呀呀呀呀！美玲，刚刚其实有一个地方我刚刚忘了讲，就是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你唱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在意那个，我们如果用客语字叫 joy 母音，就是你最后一个字的处理 voice 上甜，那个甜的时候，我发现你太过了。甜的时候，人家我在听这个甜的字的时候，反而有压力，啊，因为你分得太开了。你音乐你先 key， 那我听这个字的时候，非要分成2个时间来听完这个字。你如果可以不要那么拖的话，你今天几乎是我们几乎要讲是零瑕疵也可以了。哇，这样 OK 好，可能就是在这个字上面的处理上面，我会希望可能要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字的处理很重要。好，要非常注意，谢谢。好，谢谢。我不说也不行哈，美玲，你真的很棒。我们看分数，谢谢。啊，看分数。老师，刘米玲的分数。来，看分数。哇！谢谢老师。第一次拿的就16，还好没有给彭世军头拖累着。那所以以后还是可以最后一个唱啊。哎，尽量不要，对不对？是吗？怕会受影响，不会啊！你看你越影响，分数越高呢，对不对？好，加油！加油！啊，加油！恭喜恭喜！好。好，今日喺人传统主天一礼拜啊，你6強1分衰啦。係啊，上禮拜一開頭唔開。哎呀，大家都分數都清高嘞咯，萬人都唔輸人嘞咯，冇用嘅哦。唱當道嘅天籟之音嚟唱歌嘅，還好上禮拜冇乜嘅老鼠屎。有啦，有七架老鼠屎啊。一兩粒添。好啦，今日呢七架嘅表現都較好啲喎，哦。今日冇認真聽書喎。冇啊。七架哦。加油！加油！嚇，嚟介紹評審先生嚟。張永平先生，李秋華先生，曾明珠先生 ，Hello， 英英先生。好麻煩 CV 先生啦哈，但是一開頭哈。雖然緊張嘅你比賽，但是我本他個不用輕鬆，對不對？好，天王級別類。天王級別，特別來賓，當久冇出現喺你節目當中。啊，唔過強用上季清河，青年島，青黑無上。係喲。歡迎何一峰先生帶來後堂嘅各位哦。好嘞，彈過啦哦。可以。蒼山各位，山歌一唱心花開喲，千里迢迢來相飛喲，阿妹開心笑嘻嘻喲，想開單路呀茫茫，一拉小再呀小，有時成功有時逆功啊。
好也愛爭牙煙檔，伊拉淡，伊拉淡，淡淡望出江南。溪淡愛溪來溪，溪又逐擔幹那何去溪？愛東昂溪頂來苗啊苗，講講吹哦。兩天娘啊！阿妹要花來起，起又當然講啊好氣氣，而達新朋友來苗啊苗，講講吹哦。無彩公各位鄉親，你去探真愛嘅山歌啊，在去啊，你為太倉前啊。哇！好啊，好啊！哎呦呦呦！哦，牛的真入面哦！哦，哎呦，一棟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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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的同伴哈，你好，哦，牛師傅，哎呀呀，牛師傅，哦，牛師傅，冇把牛師傅丟到啊，我丟到呀，哎呀，啊，何老歡師，迎好，何老師，大駕光臨啊，太開心了，老當益壯呢哈，老當益壯，哎，不要疲勞，按叫冇邊啊，你衝過很有實力的啊，冇邊呢，哎呦，何老師很暗腔的呢，對啊，好多年啊，冇啦，我已經學習啦，我已練，對，老師級還要練哦，當然我練上音，練上音，過練身體。練上咗咪就練啦，當然我整到學又練，其實發聲呀嘛個。其實伊個習慣性哦，伊個習慣性，你當然咧將當然咧運通啦，當然咧練上嘅話，變成伊個習慣性。很厲害哦，有辦法啦。慢慢來到了。而且老師的那個真音轉假音，雖然講伊喺塞拉耶上，啊唔過呀。真音轉假音好細膩哦，那個氣有沒有控制的力度剛剛好？嗯，對。哦呀，張亞東講，係張亞東講，哦，是。聽係唐亞哥學嘅。哎呦，亞哥咁有真音轉假音？那應該是必吹啦。哎呀，真音轉假音呢，一般也現在後上演唱會有一種表現哈。對。所以老師你也沒有。我家人嘅機會啊，我對大家講嘅話，其實咧話嗬，山歌傳統嘅山歌流行化，流行化一直到藝術化。好，我係希望按樣型嘅比較水平。OK 嗬，傳統山歌一定係
一天迄我去上罗云嘎冲不简单嘛？不简单，没讲讲，没佢說全部敲上誒，對，佢說你哋國話吼，陰陽版講傳統國嘅係頭擺遺做嘅東西，對，我傳承本現代人嘅話吼，社會改變一下，我用本現代人嚟接觸，即係一個傳承嘅延續嘅。安尼客家文化生命嘅意義，難怪啊！佢唐創一條凱丹歌，其實做喺東平上嘅一條，安尼傳統嘅安尼客家歌嘛。但是重新編曲以後，完全冇咁樣嘅形態。編曲，音樂嘅編曲，嗰個唱法嘅編曲，就像我剛才發現到嘅曾家賢嘅，跟曾家賢，他有一種。它有它的細膩度，對，它的細膩道，對。當然講這個的話，包含歌曲的改變啦，哈，然後哈，過住喺那就歌曲當中的話，那我們剛演出的話，所以算一個歌舞劇樣嘅。對，家真係是看到伊咧，對，很完整的表演，有歌有舞嘅表現啦。故說講嚟講，慢慢地重新學，重新編過安樣嘢，安這些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我嘅阿姨、前阿姨咩嘅學生嘅了。對呀，你係宿舍嘛？阿前阿姨，有空班嘛？師傅，佢見面有冇嚟咯？佢可能阿姨嘛做啲牛面嘛，跳唔掂到，冇辦法想叫人跳嘛。你話你又冇報名。哇！哎，今天多謝何老師，什麼大家？可以麻煩何老師來當我們客座教授。是的。好，多多指教。新改編的安尼凱丹歌真係好聽，好聽，多多指教，多多指教。一多謝阿小姐們哈，美女們哈，多謝人家的分數啊，按子些哈。係啊，安尼做安尼看繼續嘅比賽啦，好啦，看比賽啦。好啦，唐太安尼何以鳳先生按精彩演出以後哈，哎呀，我相信大家意猶未盡，以後有機會按做嚟唱安尼何以鳳老師嚟嚟啲節目嚟，從後堂嗰問他個談啊。好，冇問題。嚟，這場比賽好，先說明一下呢規則。說明，下禮拜就有唱到，唱高中的說明。好嘞，拜託，好。下禮拜嘅主題吼，係層層嘅實驗，叫主題啦。哦。參賽者愛唱藝術歌嘅，先本係最實驗嘅人。表達佢對佢嘅實驗有感謝。故所以唱安尼歌嘅吼，就愛多些會注意啊，咬死愛爭，扮料愛猜，韻腳愛牽到啦，冇驚散哦哈。安尼就冇問題。加油！好，安子先。一支風出一天嘅點啦，對啊，點到一時落下。好，是好。我唱高中嘅上演係上禮拜都係蠻好哦。有磁性。天空輕重要哦，保養好了，保養好了。好嘞，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天意禮拜哈，積分賽。加油 ！TVB 咪。黃曲記帶來3個字。來睇下啦。那這個世界身體都唔好，係阿妹費辛苦心讓我脫胎。我這兩個生日，咪係阿妹讓我脫胎嘅。安尼嘅恩情，我永生難忘。今日要數3個字，我獻給阿妹聽，表達我對阿妹永遠嘅思念。
生了分，何必临了山啊，求生了命啊。哎，邱吉进吼哈，邱吉吉用板葱下面笑笑。无啦，因为根本伊迄沉思念的人嘛，所以佢唱一条歌，伊听要想到佢上一上的人啊。对，做得分享吗？系啊，因为我从细身体欠嘛，跟俺妹都欠辛苦，拢爱学个胎，啊俺胎俺妹身体还迄唔好啊，两个细人，俺妹拢爱吐胎，佢拢爱吐去吼，即个身体上唔好，所以佢亲走路。佢冇享福到，所以要做一种遗憾呐，哈，很大的遗憾，真的呀，就像我爸爸样的呀，我爸爸们50空岁都走的啦，有啥哦？对啊，我基本上出头2年年，哎呀，没冇享到福啊，刚开始享到半年的福的，我咱买一台车，笔试啊。个插播点向佢关起来，莫等伊孤独嘅，啊，无奈去啊。插播点输了半年，啊，买台差别4毛1九的呢，所以人生啊，哈，其实也冇想很多。俺能去那种人生无常。对，把你思念的人，他曾经最美好的那一瞬间，好，该留下来，好。其他就随缘，好好种去噶，好，帮妹天当给我肯定咯，一天要好好照顾保佑人家对啦。好，安尼来谈一下那位先生的贡品啊。参考总，王小姐今日创呀三国志，基本上佢创的呀三国志很多4平8稳啦，声啊各方面就清好了。只不过今日。伊可能心有他乡，所以佢天意佢唔見父母見後人哈，伊挑剔伊嘅。何必負了母啊，求生了命啊！反正还有机会啦，还是要想办法来对转的。对，你唱的东西非常好，加油！好，我最大的机会，唔记得歌词，系啊，点做。你上礼拜请过分啦，应该下礼拜。所以下礼拜看一下咯，看几个分数了，好来。来看王曲几分数。父母亲啊！爸爸之前的比赛是这个台湾参赛，再其实那去比去拜전迄个好，其实根本来讲，那去那去比去可以比赛，来讲看慢得3万4万万都拿把这台比赛，所以感觉很遗憾。要说大手。牛皮来做啊呀！他弹个歌词，要酥皮的做海啊。油皮，实体的油皮就拿钻孔啊，钻孔我就拿干塑它，它等于帮俺做等于读书。油皮啊！来看王曲几分数。所以呢，对，歌词真的拜托拜托歌词记了，再配较速对吼，系啊，一莫来打爽啊，那佢冇加个失恋啊，上礼拜94分，一下跌6分88，也是非常大爽哦。先冷静，好，没有给，还有几下礼拜，好嘛，继续加油，好，好吧，谢谢。好准备，按姿势，好，来回座休息，好。
杀下来呢？陈金勇带来洛山歌。哎，唐哥啦。爸爸休上世节，为了家庭3万来打拼，后来人比中风，羽毛来做事，最大嘅娱乐就係聽嚟唱山歌。今日我唱了首洛山歌，獻俾阿爸，希望佢聽了後，在啲味道係感覺俾我，希望大家。身难保，父母亲啊，拥有了。恩情似海情呐，落入艰辛。莫言叹呐，思念拥有挂在心呐。要种主题哈，他个难免就会想到这个哈，就亲情的人哈。接落我爸。系啊，对啊，爸爸做第几位？做第5年了。哦，5年。5年。哦，你之前的比赛是这个韩赛。嘿。哦。但係佢我去比幾擺盡去了後，佢都見我講，那幾行那幾比去過去比賽，佢講。看慢得3萬4萬萬到牙巴，之後睇到冇來比，就睇感覺很遺憾。要做打手。他爸爸多少這位？87。哦，87。87歲。而且其實人生我知道要到80已經算不得了。我見咩中風20年，他中風20年。中風你最近幫到民眾黨我給他們行，他1年前講佢才會復健，就冇，復健那。好多切合練到切合比較多行，對。都記得做緊嘢，其實咩係傾向切合行。一種情況哈，當然會難免會有點遺憾哈。但是我相信冇啦，看冇嘢佢哋看，哦，對啊，還蠻專師見啲看咯，希望有啦，希望係啊。哦，你家親太驕傲哦，就像唔樣嘅啊，你爸爸媽媽唔上電視，你爸爸媽媽唔會看嗎？我看啊，我淨看真見種。真見咗，只唔掉講乜嘅快，因為我被講嘅。好啦，唐先生你講邊啦，先生。小夏先生，金庸呢，佢嘅音質非常非常嘅好，哦，呢個就係佢嘅優點，嚇。唱歌要慢慢地進入到唱歌啊，然後漸入佳境啊，真好。然後輕輕嘅平順，真好。你講洛山歌就安尼，你講嘅，那三太調裡最難唱嘅。或者按照雕鼓上泰山歌，佢最高音嘅音係咪嘛，所以當我音嘅歌係咪嘅時節，你就可以佢轉到後堂就冇咁容易。按今日幾首歌曲嚟講，你今日也表現得非常的好嗬。所以是希望個能夠再加強嘅就係你嘅軟度啦，柔軟度。
吼，要去加强，安会较好，好冇？好，希望下回更加好，加油！好，谢谢，好。再来强调一下，何老师。感情要用感情，创我用感情。我感情强大的话，我影响人的声音的发现，一定会，一定会。就在职业性来讲的话，我说感情的拿捏要拄好，是嘞。听一个落山歌的基本功，我同学咯，你落山歌的基本当好 ，OK 好。我同讲，感情的采那个感情，歌词里头的感情，一歌词的个都係乜嘅？一個思念，一個感恩。我這個同大家來分享，就講，呢度係有稱呼，就你我他，或者也愛，或者乜嘢嚟嘅。一呢度有啲也愛咪嗬，將按你也愛法，你可以將嘅聲音，你不用太強調嘅，係咪會話下好？個思念哦，嗰種歌詞。歌詞嘅思念嘅歌詞，唔不要很強調嘅話嗬，係咪會下好？就講人嘅落山歌基本功要，嗬強弱唱歌我要強弱，我要睇聲聲，我要感情。其實後來嘅比歌嘅話，像一般人唱歌嘅話嗬，歌嘅大家會唱我本人要感通，我要感通到嘅話，其實我要熱心得個，假如唔懂喎。好，謝謝，感情先重要。好，嚟看人嘅分數啦。好，鄭檢用嘅分數。總結5個分，95分，哇！劉上禮拜強用係咪？上禮拜96。哦，96，好。哦，所以也佢曾經幾千有變。哎呦，係啊，好啦，恭喜安子姐，是唔是？好，在邊當錯，安子姐。好嚟，撒下嚟。黃叔嘅帶隊同奔。好嚟，同我啦。我處世環境唔好，特別我聽阿妹去檢查、摘茶、買菜。雖然當辛苦，不過我讓阿妹感情真好。佢也親愛聽我唱山歌，佢已經做咗幾下年嘞，但係我係咧當上佢。我今日希望了數平板，唱俾阿妹本佢聽到，希望佢會當歡喜。大家彈嘅歌詞，你看酥皮嘅做係啊，腰皮，我細細讀書，腰誒，跟個人當行家要掉腰咩？跟因為細細讀書嘅腳特別行到凍到嗬，風風啊，冬天嘅時節啦，熱天因為手多，跟手較長哦，跟又冇係好長，人家媽媽就兩下就上。
个柚皮，实体的柚皮就拿转孔诶，啊转孔我就拿干熟读，读等于本来做等于读书。柚的皮啊？对啊。哇！想看是还有那个皮可以做。现在脚劲薄那个，这本个安尼薄油路啊，叫做冻手啊，从咩用挑诶？系啊，个青椒就会用转多啊。个脚尾安尼上泡上嘛，剪起泡啊，起泡，冻手加冻猪条我呀。我有。难怪唔见青蛙买鞋吼，一作一個。无法度啊 ，every day 就较高兴。所以特别细毛鞋我做给他亲命的买，对不对？亲命股买。像伊咧青好买鞋嘅感觉。哎呦，哦，民主老師。书嘅设计吼，细细有书歌曲，所以呢，创出呢种嘅歌曲嘅世界，去甲咧感通到人，然后所以感情十足。是有一点要注意係嘢上嘅素材。吼，嗰度父母嗰度嘅人嘛，吼，有受過從歌上嘅時候，獻上嘅時候，有點點嘅上出來，吼，係個辛苦為之嘅時間，咁每人數每咩係，吼，數到無獎咁樣啊，所以講自家上人要補充，吼，辛苦係辛苦，上到係真悲傷，但是感情嘅抒放自家要持續咁樣，吼，讓拿得高分數多。吼，這個繼續嘅努力咯，吼。是孟老師。好，按住先，好，我哋看一下分數咯。來看本書給的分數。看到分數讓糾子。對，有分數做得冇？謝謝老師啊。做得啦啊。唔一下觸景上去上到哇，頭白真按辛苦。沒看到分數，哎，按高分哦。分數又後，我們喜極而泣。有鼓勵到他，這樣子。加油哦！好，還有好幾個禮拜，好嘛？加油，按住先。好嘞，下來萬年呢？請根據帶來到成功。我來談下，好。為人脫離來點呢？認真忘來變忘緊。我從細阿爸阿媽就教育我，做人愛實實在在。我今本日從耶穌路山歌來感謝我阿爸阿媽一生人嘅辛苦，希望阿爸阿媽聽到會歡喜。什麼大家？天地感謝。父母心難，太遠了。
黄金你好，主持人好。哎，今日爱分享乜嘅故事啊？我阿妹40岁才强爱。哦，系啊。哇！真。嗰種時也40歲係爸爸強哦，你厲害。七個兄弟姊妹70。哦，所以你當然有6個。係啊。有4個阿姊，係2個阿哥哥。哦。哎。阿哥。啊，你聽你不較親熟嘅呀？對啊，那我個從我個阿爸阿媽從細就懂相愛。係啊。全兄弟姊妹我們愛讀書讀最高。阿爸阿媽辛苦，按生嘢係弟講哦，弟講阿爸阿媽辛苦，按要較值得。你講講哦，按辛苦啲味道生意呢，吼，本身也希望過較好嘅生活，讀較好嘅書，結果佢冇感受到，按你不佢只會做當艱苦。會心痛。對。真係。所以有感受到嗎？有，我有認真讀書啊。有。那就好。有認真讀書，還有認真唱歌誒。係啊，盡量嘅3萬你做。3萬。係啊，也係人嘅對數嘅機哦，嘅真金用。輕功用哦哈。對啊，輕功用誒，哦，你好好地編啊。好嗎？隨緣啦。隨緣。對，真的平常心。平常心。反正好好唱。還是要努力啦，好。好了，何一峰老師來。我欣賞唱安認真嘅人，我咩唔逼嘅，我咩認真，對，OK 好。我同分享講，羅山歌有幾句話，我對大家分享，我呢講清楚說明白，不慌不忙，好做當很從容，慢慢地去講，去愛跳足來爭。一講戲，你有發現到冇？人家美言呢個戲啊，嗬，佢節係無啦戲，變黃金啦！你發現到冇？黃金間人家美就冇戲嘅，嗰係要講，假講，反正講唱山歌嘅話嗬，其實人家山歌原來係以後啦。哦，人家感情以後啦，好多年嘅話，我說我唔可以同講，唔可以同人講，唔可以同康思念，唔可以講康思念啦。我對他嘅分享係喺度講，真然在歌唱當中嘅內行嘅也好，真然對人歌唱嘅有幫助嘅也好，你係你當認真嘅人，你當有希望，加油！好，謝謝，多謝何一峰老師哈。唱高唱高中。好，嚟。加何老師吼，已經能講那個金美唱嘅比較有問題嘅部分，古嘢嚟講吼，還算以好，但是做得去仔細談下，你堅持嗰個技師吼，按嚟唱啊吼，較對人嘅老師嚟講，較冇按好，吼，仔細去談下。加油！好，那就係好，很有馬上，唔對啊。會慢慢消化落。好了，好了，可以哈，分數咧。唔驚記嘅分數。史蒙先生本來嘅鼓勵，係啊，我繼續努力。恭喜啊！好，按住先，好，再別當錯，好嚟。沙下嚟起埋。有重發，我加油咧！見表帶隊羅山歌。來，彈看下。芳心難愛殺，今年過世。就剛離開不久。是啊，1個多月。媽媽，我愛你。我以前都沒有跟媽媽說過我愛你。大家好，兄弟姊妹，请多是国训，阿公阿婆老爱照顾，爱爸
辛辛苦苦工作，讓我學到大，根本應該年紀大咧，我非常係思念佢哋，所以我今日唱呢首《廬山歌》來詢問佢哋嘅聲音對我嘅貢獻，詢問大家。阿發哥，今日嘢上到乜嘢啦？上到我細嘅時節，就是高興的。一歲嘅時節，四歲嘅時節。四歲啊？跟對人媽媽應該冇乜印象。冇乜印象，但一些人是想講，自家是冇愛嘅樣，是一隻缺角樣。母愛，缺少母愛。從細爸爸帶胎啊？外公外婆有在嘅時節吼，外爸要出外做頭路啊，外公外婆是老外，到到19歲，外公外婆就高興嚟啊，阿婆妹是我是聽外爸聽其他，你學到讀書畢業，自家出去做頭路，讓開始讓自家嘅人生啊，所以實驗反映你嘅。外公外婆啦，外爸啦，所以哦，跟人爸爸喺度摩扎拖啊，摩拖，就摩拖，跟唔算一拖拎了哦。係啊，這時間又沒有媽媽，但是哇，咩嗰種較坎坷嘅環境過來。係啊，從喺度讀書，也冇人對啊，冇乜嘅。啊！捱咧條嗰啲船字咩當好啊？哎呦，我真係啊！哦，嗱，唱歌跳腳啱會唱。冇啦，我條嗰靠冇錢啦，就拖嘅水，嘅好多女士啊，類似功效啊，嘅最便宜係學教，交費係學教。哦，算呀公家單位嘅啫。咩個天主教啊？天主教啊。係啊，神父嚟。哦，唔是實在啦。係啦。對我們，但是那個佛教嘅落去讀書實在哦。可以實在。係啊，你像個慈濟大學啦，有一個實在哦。我知道唔見咧嗬，可以聽聽你來。因為移民也沒有嗬，可以創辦一個學院。
好吗？好啊。所以也不是幸福的啦啊，是可以你唱歌的。你底下好写好模作，你们要做志工，回馈社会。善良，同好，哎呀，好，以后。善良的你。安尼就看一下啦，今日唱的啊，欣赏的样的公平。秋霞老师。好。啊，唱法歌真嘅老师啊，吼，老师伯啊，佢唱歌动韵阵啊，佢上一种咧歌嘅吼，然后诠释好，一杂诗都会唱。老山歌咧自由人唱行嘅，当然我讲唱歌嘅声音动态含韵突然要拉啦吼，毋过当然要讲出你嘅缺点下咧要讲出来吼。唱嘅闽西嘅传统嘅，毋过夜班上扬嘅时节，你莫夜班上扬，一直是夜班上扬，做咧夜班岩腔下唱，莫一直是团落腔分明哈。费时量听一记嘅时节，我就感觉轻大爽，因为你头前有嘛，动音阵动态上都会唱。还不你费时量的粮食呢，还有重发坚强就善良的粮食，两杂事就本人感觉还不吸不足，属于那么辣盐的，那就很大爽。所以你才用起的时间记得，你自家去节约啊讲，啊几时吸多差不多20枚的，你就会数转来，莫轻冰，你冰了后本你就吸不足，这个方面哈，希望学会能够改进，加油！好，谢谢。好，啊，就看一下老师发的分数了哈。廖雄发的分数。恭喜哦，纠正了同高分哦。哦，谢谢。反正歌词我唔记得咗诶，佢上礼拜是跌破，系啊，跌破跌来乱睇咧，乱睇咧。好，还有下下礼拜再变啊，哦，加油加油加油！好，安这些。安这些好在边当炒，安这些。好老实哦。好，接下来。陈松我带来3个字。好嘞，弹过来。今天这首歌我要献给我伟大的母亲，谢谢母亲这辈子为我们操心，为家庭贡献。我们对她的思念，正如同她对我们的照顾与关爱一样，是永远无止境的。妈妈，我爱你哦。层层流是那个嘛，爱给流爱那，同心难表啥，来比表开那。恩情了是那好呀，难归了不难，只有梦了中啊，梦已了来难。安尼客家新球啊，哎，苏我字，哎呀，苏我字今年唱到满年啊。妈妈，妈妈今年过世，我想念妈妈。哦，就刚离开不久。是啊， 1个多月。因为妈妈是生病吗？生病，对啊，生病又跌倒，所以住院大概30个月就走了。
妈妈我爱你。我以前都没有跟妈妈说过我爱你。真的啊。真的。听说你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妈妈要帮你补身体坐月子。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她从宜兰，我娘家在宜兰，跟我阿姨，她就挑着扁担，带一些鸡啊、一些补品，搭车过来，带一些鸡啊、补品来给我吃，还有看我小孩。是。对哦。然后也没有留下来过夜。没有，就吃饱饭一下就又回去了，因为也有做一些农事啊，过回去。对。那你妈妈走之前，你有常常陪她吗？有，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去看。都会回去看她。尤其她在医院的时候，有都会回去陪她。对。好，那今天就是借由这首歌嘛，感念妈妈，感念妈妈，创补妈妈堂，然后也希望妈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也能够保佑你，好吧？听奖评，英英老师。我想有幾隻詞嘅發音吼，我想以前當係有當認真去練習過咧。不過用在唱歌當歌，可能係愛去十個老幾練到很下熟練到，比如講呢個難沙跟難吼，韓國肥波。係肥波，呢堂咧當然了有點開六腔，如唔係當場開六腔吼，肥波夢中吼，了則是你冇錯唔錯，不過可能你係主人嘅咬事，所以個高音差一絲絲，係講做得下高一點點吼，我會感覺可能係因為你嘅聲吼當好聽，所以係講個高音做得唱下上去到，我想個韻味表態會很下好。這個幫你參考一下，沈夢怡。沈夢先生。好，按照這個寬雅嘅分數了哈，來。陳松我嘅分數。沈夢先生。對，40分。這分數係多得啦哈，係啊，恭喜你啊，謝謝。係啊，按摩相按到啦哈，好，謝謝謝謝。今日嘅節目都要告一段落了哈，好唱歌嘅朋友，請一就卡個來報名。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等一下大家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謝謝啊，何老師多謝啊，謝謝。好。什麼長水仔？謝謝。什麼小跳？哎呀，謝謝老師們，謝謝，辛苦了。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謝謝大家。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出來呢，鬧熱大禮堂，鬧熱空下來。